研究顯示，一半嘅 Gen Z 認為遲到10分鐘都唔算遲到，但係我真實嘅經驗係，佢哋起到身已經好好噶啦。有冇可能可以整一個鬧鐘，確保你第一次響就冇得再瞓翻呢？我整咗一個用臭味嚟叫醒你嘅鬧鐘。就話說，我交換禮物收到呢個呢係一個臭味蠟燭，超臭。我嘅諗法係，鬧鐘響嘅時候就會開着個蠟燭燈，用熱力去融化蠟燭，釋放臭味。你就算想翻瞓，但係成間房都係臭味，你都好難瞓着啦。我打算透過個電話去控制呢個 Smart Switch。當鬧鐘響嘅時候呢，佢就會打開眼燈；你熄鬧鐘嘅時候呢，就會同步熄燈。如果你都係驚自己手快快熄咗個鬧鐘，可以喺你起身前5分鐘加一個靜音嘅鬧鐘嚟開燈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你覺得呢個鬧鐘有冇用呢？留言話俾我聽。